嗨嗨，大家早晨，今日又係早起嘅一日。今日的起身光決定晨咁早出去跑個步，操翻 fit 個身體先，換對鞋，Go Go Go，我們出發咯！跑完步翻到嚟，成身濕晒。你睇下出面嘅太陽幾咁猛烈啊！真係一出門口就已經覺得自己溶緊。呢啲天氣跑完步衝返嚟都要狂灌好幾杯水先舒服返，跑到身水身汗。午餐就簡簡單單食個餃子應付下啦，食飽飽沖個涼，係時候要回下氣，敷塊面膜先。敷面膜嘅同時都唔忘記要瘋狂飲水補充水分啊！可能有朋友仔會問點解今日日中跑嚟敷面膜嘅？因為陣間要去參加屋企人同朋友夾份開嘅咖啡嘅開業典禮，點都要將自己執得屎屎正正咁去撐下場吧。咁同時都歡迎喺台灣嘅朋友仔嚟柱連山行飲咖啡食澱粉啊！咁最後我哋就以躝街作為結尾啦。如果鍾意嘅話，記得收藏、點讚、追蹤啦。咁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